关心生态、看风景，南投县德山镇有一位莲花田，经过整治了，加正水，互这个生态变甲真丰富。即马因为有纸斑蝶，也就是在地人讲的清明蝶，这是生炭期，规大阵的纸斑蝶安尼飞来飞去，画面真水，有真个游客专门去欣赏甲翕相。 德山镇下边自行车道因为生态资源真丰富，将做真侪民众运动的好所在。经过公所用心推动教育，台湾原生种的纸斑叶伫咧遮买当看到，包括花卉、包括昆虫、蝴蝶，你就不要去抓它，让我们这个生态保持最完美。为了将下边里打造做生态乐园，公所伫咧遮种真侪尾叶爱食花草，有纸斑叶装塔这家遮，上真侪游客来遮翕相留纪念。我会介绍朋友来这边看一下这边的生态环境，然后还有这边的好山好水。热天若是赏莲花季节，嘛是纸斑叶的生态期，欢迎民众有意当来到下边里欣赏生态美景。公所嘛呼吁民众绝对袂当伫咧遮掠尾叶，爱当作作为保护一个好所在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